乡的风景真正水咧，阮泉乡的地味有人情味。好，安尼刷落去吼，我要邀请第二位老师叫做家辉老师，对无？家辉老师你好，嘿，家辉老师简单自我甲阮介绍一下，甲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家辉老师。我国中甲国校拢教过，即摆是线顶的老师安尼，线顶在教台语认证，甲即个写作的老师。好，老师，你今仔要甲咱带来啥物款的作品？我有迄个要分享2首台语诗，我写一首号做家刀，一首号做树叶啊。家刀甲树叶啊。好，安尼开始老师你的分享。好，多谢。第一首我要分享家刀，我先念这首诗。我用家刀剪掉过去的歹物仔，我用家刀剪掉思念的滋味。我用家刀剪掉内心的空脆，想要放袂记你，毋过就是剪袂掉心痛的感觉，是遐尔真。这敢是天公伯啊对我的创意。当初我会写这首诗，是因为我想到过去可能遭受到一寡无公平的代志，譬如讲细汉的时阵互人欺负啥物货，我就想要讲用家刀甲遮歹物仔甲掉。这个思念呢，可能是讲我可能较早有介意迄个我的朋友，我的查某朋友所以就是即个单恋单恋单恋所以我嘛想要甲伊切互断，因为一直浸伫即个思念的滋味实在感觉无啥好安尼。我讲想要剪掉内心的空脆，就是讲，过去造成伤害，造成我内心有一寡空脆，我嘛是想要甲伊一刀两断。我讲想要放袂记，毋过就是剪袂了心痛的感觉，因为我感觉要甲这个代志要放袂记有较困难啦尤其是我是一个高敏感的人，我是一个高敏感的人所以对我来讲写诗就是。我有一寡物件伫我头壳内底，也是感受到啥物代志时阵，我就会想要甲伊写落来。所以其实写诗对我来讲，嘛毋是一种天分，就是一种内心的感觉。我甲写出来安尼尔。我讲是遐尔真，这敢是天公伯对我的创治就是讲，就感觉讲天公伯互我即个。高敏感的体质，毋过呢，就是讲这种感受足深嘛，所以足疼。差不多以上是我想要讲的迄种感觉。第二首是树叶啊，树叶摇咧摇咧，亲像美丽风吹；树叶摇咧摇咧，亲像一百水道，引进去我的目睭内底，亲像一只鸟只在飞。飞来我的手地，风搁甲吹去世界夜夜飞。我会写这首树叶伫我一届伫阮家附近的公园，我伫遐散步行街路，然后我就感受到秋天嘛所以有迄种落叶一叶一叶落落来的感觉，所以我就形容讲树叶摇咧摇咧亲像美丽风吹，亲像风吹安尼，真水的风吹。搁有讲着树叶摇咧摇咧，亲像一百水道。我就感觉讲，迄个画面就真水足水我就甲即个欣赏的感觉写做安尼。我讲引入去我的目睭内底映入我的眼里，即个意思啦就是安尼看起来。就是一个足水100度安尼我讲亲像一只鸟只在飞，我甲形容做像一只鸟安尼伊在飞安尼。我讲飞落来我的手地，就
像一个树叶安尼飘咧飘咧吼，啊飞落来吼，我的手底顶，啊有感受到迄个温暖的感觉。啊，毋过伊无法度听足久啊，因为是足轻的物件，像迄羽毛共款，吼啊，所以我就甲讲，风搁甲带去世界赢飞，吼，即个风啊，吼，就甲伊带去佚佗啊，吼，即个意思。啊，其实我写即两首，我拢摕去投个中文时刊，吼，专门时刊，啊，因拢有甲我用嘿，因为我是长期有伫即个写台语诗、台语散文，还佫有台语短篇小说的老师。哦，虽然讲，这拢是我生活的过程，啊，我就是甲我心内所想的、所听到的迄种感受，我甲伊写做一篇一篇的诗歌，也是讲散文啊，吼，也是小说安尼，就是我拢甲伊变做我的作品，像画家安尼嘛，画家伊是摕笔，吼，就是安尼画图。要甲你伊心内感受到的、听到的，吼，甲伊安尼一笔一画画起。啊，我就是甲伊画作文字，吼，我算属于迄种文字型的人啊，就是讲，我其实讲话无介老讲，啊，毋过我若是写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较简单的代志，比讲搁较简单。啊，有的人会想讲，要啊，教委老师讲课就袂咧，就安尼足顺诶。啊，我讲，迄嘛是会当徛伫台顶讲话嘛是训练出来。因为我自细汉其实是个袂爱讲话囡仔，甚至话人会讲哦，我是毋是有点仔自闭安尼吼？啊，我本身就是一个较闭塞诶人，啊，毋过因为我诶信仰诶关系，啊，所以我着甲我家己心内所想诶化作文字，通我讲安尼好，安尼我着小解到遮哦，多谢大家。好，多谢家辉老师吼。啊，拄仔家辉老师，你有讲到讲你有参加一寡比赛。迄个投稿嘿。哦，有投稿啦吼。吼吼。啊，你本身敢有出诗集？有，我有出一本，旧年6月份较出一本诗集。哦，你旧年。啊，你即摆目前是伫咧对一个县市教台语？高雄。啊，我是教山顶的，所以我的学生有伫咧足侪所在，台湾足侪所在，譬如讲新北市，譬如讲台东，譬如讲就是足侪县市嘿。山顶嘛是国中的吗？还是大人？大人的课程嘿。哦，是大人的课程，哦，这较特别吼。因为伫咧即个族群内底，大部分拢是教高中的较济。啊，你是教？对。你是教大人的？我真正是教国校、甲迄个国中拢有教过，啊，毋过迄个算讲想要试看觅无共款的路线嘿。嘿，哦，这大人的即个路线，阮较少听到啦，较少听到有即个有单位咧办即个课程。对，啊，我是家己成立一个工作室安尼，啊，就是我的工作室就阮兜嘛，啊，我就是伫阮兜的电脑，我毋免出门，我电脑上班啊。安尼哦，安尼袂歹哦。对。明日再过来甲你请教吼。好，多谢。来，多谢家辉老师吼，家辉老师好。对。安尼来，说落去，我来邀请秀基老师，好无？好，大家好，安尼有听清楚无？有，嘿，有真清楚。我先简单介绍，我较杂啦吼。